唔知大家有冇諗過，究竟2026年嘅樓市究竟會繼續升啊，定係會繼續跌？你又想買樓，但係又驚買錯時機。唔緊要，呢條片我就會用數字啦、趨勢啦同埋分析，同你逐樣拆解，唔係憑感覺，而係靠理據。Hello， 各位好，我嘅名叫做 Terence， 咁我係多倫多嘅房地產經紀。咁呢個 channel 咧，我就會同大家睇清楚嗰個趨勢啦，同埋計劃下你下一步應該點樣做。咁我會用最真實嘅數據啦，同埋個市場預測，拆解2026年嘅樓市。首先，我哋先唔好講升定係跌先。而家我哋最重要嘅就係要睇清楚，究竟呢個市場係發生緊啲咩事。我哋要冷靜啲先。GTA 嗰個平均樓價已經同比下跌差唔多5至7%。我哋講緊係 detached house 啦、townhouse 啦、condo 啦，已經出現咗調整。平均住宅價格95萬一，同比跌5.8%。detached 咧116萬，condo 咧就55萬8，平均租金都要2500蚊一個月，入住需求仍然非常之高。如果你有留意新聞嘅話，我哋成日聽到一句說話，就係市場跌啦，我個盤跌啦，我哋唔知點算，我哋好似好大件事咁樣。但我想你哋明白一件事，同埋講清楚就係，我哋而家唔係2008年嗰種崩盤，而家我哋由高位慢慢調整翻，而家係調整期。喺2021年同埋2022年嗰時升得太急，利息咧亦都大幅咁上升。市場咧都要需要時間去消化，而家呢個情況唔係個市場跌到去谷底，而係一個過熱嘅狀態，慢慢咁跌翻落嚟。其實我做地產有一樣嘢比起價錢更加重要，就係嗰個成交量。成交量低，買家觀望，唔代表佢哋冇錢，係代表佢哋冇信心同埋唔急。而家嘅問題唔係冇人，而係冇人想做第一批。其實有一方面仲有好多人忽略咗個信號，就係租金嗰方面。其實如果真係個市場真係咁差嘅話，第一個傷就應該係租金嗰邊。但係現實話俾我哋聽，租金嗰度仍然冇跌，反而仲企得好硬淨。新移民人多咗，供應樓慢，啲人買唔到樓就選擇租屋。總之住屋需求喺度，樓價好難會冧得好誇張。有可能就問到啦，唉，點解2025年會跌得咁勁㗎？個市場咁差嘅，我真係覺得好危險喎！真係覺得買唔買樓咧，真係覺得唔知喎，真係飲唔落水，真係食唔落嘢，真係覺得每日真係覺得好擔心咁樣。哇！呢個唔係一個錯覺，但係問題咧就唔止得一個咁簡單嘅。就係其中一個原因，就係嗰個高利率啦，同埋嗰個 qualification tax。嗱，多倫多人咧就唔係冇錢買屋，而係嗰個 mortgage 嗰個資格難咗好多，同埋嗰個供樓嗰個壓力都上升咗。最大壓力咧就一定係利息㗎啦。同一個樓，同一個價，每個月要俾幾百蚊或者俾幾千蚊。而家咧亦都有人話唔係你買唔起樓啊，而係銀行話你供唔起啊。仲有第二個原因就係成交量下降，有好多報告指出銷售量同埋 listing 就變得賣家引價，有好多人忽略咗壓力測試呢樣嘢。就算利潤5%，銀行就會用7至8%同你去計，你可以借嘅錢即刻少咗。而家市場咧唔係冇需求，而係需求俾制度壓住咗。仲有第三個原因就係心理因素啦，買家都唔急，買家咧等到最低先至買。呢啲咧就唔易數據化，但係咧就對嗰個心理影響咧就非常之大啦。2022年同埋2024年就傷咗好多人，有啲人咧就高位嚟買，有啲人咧就買完即刻蝕，有啲咧買完就非常之後悔。但係咧樓市最得意嘅地方就係情緒行先，現實咧先行後嘅。而家係2026年啦，究竟有啲乜嘢最有可能會出現嘅走勢呢？我唔係水晶球，我係冇可能100%知道會發生咩事，但係我可以用機率去睇。根據 Royal LePage 預測2026年全加拿大平均屋價會微升1%，detached 可能升2%，condo 咧可能會跌2.5%。
有啲報告話2026年可能係成交量上升，價格波動幅度收緊。喺呢個時候，你就會大約知道2026年會出現啲咩走勢。其中一個走勢就係叫做橫行盤整，意思即係話價格唔會大升，亦都唔會急跌，亦都好多成交會慢慢翻嚟。呢啲咧係最適合一啲有準備同埋肯慢慢揾嘅買家。仲有第二個走勢就係兩極化啦。其實而家已經發生緊㗎啦。如果嗰個地段好、價錢好、樓層好，咁就大把人搶啦。但係如果嗰個位置唔好、價錢硬同埋高管理費，就冇人理啦。2026年咧唔會全面升，只係會揾啱先至升。第三個走勢就係輕微反彈啦，利息真正下降，成交量回暖，市場嘅信心就翻晒嚟啦。記住，反彈唔代表暴升，而係市場嘅重新啟動。佢哋冇講會大跌20%或者一定會暴升，佢哋只係講價錢穩定，成交量增加，賣家同賣家會自然慢慢翻嚟㗎啦。So 你而家問我啦，究竟2026年我應該點樣做啊？我咪要即刻買，我咪要即刻賣，我咪應該繼續等或者點好呢？嗱，而家咧個問題就係2026年咧唔係講緊升定係跌，而係講緊你係乜嘢狀態。如果你係為咗自住嘅話，我建議就唔好用投資嘅思維去框住你。如果係住得舒服、負擔得到嘅、地段合理嘅，時間通常就會幫到你。投資者就唔好淨係識得睇升值，要睇下嗰個現金流同埋租金同埋風險承受能力。到嗰陣時候，好自然會有 Plan B。等緊底嘅人等唔係問題，但係唔好盲目等，要睇個 inventory 啦、利息嘅方向啦，同埋成交量嘅數量，多啲資料同埋做多啲功課。到你嗰陣時真係買啦，都未遲。最後做個總結，樓市從來唔會懲罰一啲等嘅人，而係一定會懲罰一啲唔理解同埋亂行嘅人。如果你有咩問題嘅話，你可以隨時聯絡我，邊度係入伙最好，同埋我而家應該點樣做，或者有啲乜嘢你想分享嘅，留個 comment，俾個 like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